好，来继续来看，有网友伫个网络铺文来分享，讲伊食到史上上底的尾鸡。伊讲因公司选立一间合菜的餐厅来办尾鸡，但是餐厅有规定用餐的时间是90分钟，大家是赶速度拼命一直食，最后因为时间已经到啊，各方赶出餐厅。 唱歌跳舞刘大奖，各公司行号的尾鸡是比闹热比气氛，也有民众咧怨叹讲，伊的尾鸡被限时90分钟，真正欢喜袂起来。 这个网友讲到当时情形，讲因的尾鸡办入一间餐厅，食饭的时间干那90分钟，十出菜一直出来分袂赴食，一直甲伊问讲，敢要换细盘的，敢要包起来，甚至这时间一直到，导航赶出去，停车费嘛干那2点钟的犹太尔，超过时间都要加收钱。有一点赶，如果能长一点会更好。跟同事放松在那边吃饭啊，聊天。有点赶，但是对，但我觉得这个不是尾牙大家最想要的东西，因为尾牙我觉得大家还是最想要抽奖品。 90分钟有较赶，就袂像一般出外食饭同款，感觉讲拢无被慰劳，也是放松的时间。餐厅的部分的话，其实通常是不会去限时，顶多餐厅在营业结束之前可能会小小提醒客人，将所有场部的布置的部分要记得带走。 针对尾鸡限时间，一般的餐厅袂安尼做，也有其他的网友嘛分享家己的地雷经验，讲尾鸡定入尾5点10分，服务的诊所伫6点下班，用餐的时间呢被压缩，也有公司规定讲，若领到奖的金额爱提出10%，和自餐甲员工的理由来使用，讲根本是家己请家己，有够咸。 来看尾鸡战场第一线房间，会使因应人数来做调整。若菜单计数，嘛会使随时做调整。业者讲，尾鸡是追求宾主尽欢，若因为限时间去影响到人客的心情，恐惊一摆就惊到啊！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